主內平安，我係律敦治醫院嘅院牧，想同大家分享生命需要與關懷之人生意義與盼望。輸卵科病房同事幫阿群視像佢係美國嘅長子，佢喺鏡頭當中嚟到向病床上嘅媽媽讀出聖經同埋安慰佢。及後病房護士話俾院牧聽，院牧開始探望關心阿群。阿群嘅面容清秀，但係帶點憂鬱。院牧多次探望佢，原來得知佢喺更年期之後同丈夫嘅衝突多咗，丈夫就搬開居住。佢有2個嘅仔已經成立家室，長子喺家庭喺美國生活。阿群舊年被確診患咗肺癌末期，經過標靶同埋電療都唔見果效。開始安排舒緩嘅治療，留喺家中裏邊過着平常嘅生活。數月之前因為中風，體力就更加差，需要常常臥床，引發咗尾龍骨受壓，痛楚難安，要留醫舒緩不適嘅症狀。院牧同佢回顧佢人生，佢大學畢業就從浙江嚟到香港工作。婚後養育兒子之外，仲同丈夫合力經營生意。丈夫亦都向院牧稱讚佢嘅本事，唯獨個性較為主觀強。雖然丈夫唔同佢一屋檐下嚟到生活，都已經有10年8載，但係仍然關心佢家居嘅需要，協助一啲嘅維修。當佢患病嘅日子，丈夫亦都會烹調食物送上去關心佢。提到仔孫女嘅時候，阿群都顯得好雀躍開懷，頻頻咁稱讚佢哋好長進，引佢哋為榮。孫女乖巧伶俐，孫仔活潑可愛。院牧提供咗一啲嘅材料，協助阿群製造咗2張嘅卡俾孫仔女。完成咗作品之後，佢攞住喺手裏邊，想象孫仔女接到嘅時候嘅反應，不時露出一種滿足回心微笑。阿群曾經話俾院牧聽，未聽過丈夫同阿仔嚟到讚賞佢。院牧就帶話俾丈夫同埋阿仔，鼓勵佢哋珍惜有嘅時間，向阿群表達感謝，肯定佢為家庭所付出嘅。佢2個仔都係基督徒，院牧就向阿群介紹主耶穌嘅救恩，佢亦都樂意接受，並喺丈夫同埋細仔嘅見證之下，由院牧為佢進行咗床邊嘅灑水禮。雖然佢嘅身體日漸虛弱消瘦，痛楚不時困擾住佢，佢確信主而有嗰種嘅生命嘅盼望。有時佢握着院牧嘅手，同院牧講：求主耶穌憐憫解除佢肉身嘅痛，做一啲接佢返天家啦。院牧同理佢嘅感受，亦都向佢讀出羅馬書8章24至25節。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，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多謝各位收聽。若想認識律敦治醫院院牧事工，請掃描以下嘅2維碼。多謝。